做咩咁苦惱啊？母親節就嚟到啦，我都唔知送乜嘢俾媽咪。咁不如送花。但係花好貴喎，而且又容易凋謝。啊，有個辦法，又食得又睇得又健康嘅花送俾媽咪。有啲咁嘅花嘅咩？梗係有啦！跟我過嚟啊！大家好，我係6人班嘅雍月。大家好，我係5、2班嘅徐樂士。大家好，我係5、2班嘅姚永希。我哋今日會教大家整一款又靚又好味嘅水果花，送俾最親愛嘅媽媽。材料有菠蘿、士多啤梨、藍莓、花形模具同埋牙籤。菠蘿含有豐富嘅維他命 C， 幫助增強抵抗力；而草莓含有豐富嘅抗氧化物，可以保護皮膚健康。而藍莓對眼睛好好㗎，對長期睇書嘅我哋非常有幫助。而家由我哋一齊教大家整水果花啦！步驟1：切水果。首先用花形嘅模具將菠蘿切成花朵嘅形狀，小心唔好用太大力，小朋友記得請大人幫忙。然後將藍莓切成一半，放喺菠蘿花中間。用牙籤插住菠蘿花，然後插住草莓頂部，就好似一支花咁。小朋友，你哋記住用刀同埋用呢個模具切嘢嘅時候，最好要小心啲，同埋最好有家長陪同。水果記得要清洗乾淨，確保衛生。最後你哋整完之後，一定要清洗乾淨隻手同埋個台。你哋睇下，我哋呢個整好咗嘅花係咪好靚呢？我希望你哋可以學會呢個水果花。喺母親節嘅時候整俾媽咪，佢一定會好開心㗎。母親節快樂！